1分鐘中用薯仔鱷魚頭唔兒戲。揀邊個好呢？就揀呢一個啦！大家咪以為喺度玩玩具，其實呢個真係一個鑊鏟嚟㗎，即刻示範俾大家睇下啦！呢幾款膠鑊鏟，卡通設計，繽紛顏色，夠別致啊！佢花花嘅邊位夠平，煎蛋都幾順手㗎，一鏟即起。由於只可以抵受180度嘅熱力，最好煎蛋、腸呢啲簡單嘅食物啦。煮完之後，鑊鏟嘅外形冇溶冇變形，仍然咁靚仔啊！呢個咁得意嘅鱷魚造型鑊鏟呢，除咗煮嘢食之外，仲有好多其他用途㗎喎。呢隻鑊鏟可以抵受200度嘅高溫，牙齒嘅部分就做磨器，唔需要咁大力㗎，只要前後喐動就可以將蒜頭或者薑磨成條狀，效果尚算 OK。至於鱷魚頭就可以用嚟中薯用，大約1分鐘就可以將薯仔變蓉，快捷又好用啊！